你好，我係1號分堂阿心，歡迎大家嚟到北環線坳頭站嘅Park 1號。今日睇一個天台特色戶，實用面積係1023尺，3房1套，連工人套房。我哋依家即刻入屋參觀，歡迎回家。我哋依家呢個位置係單位嘅大門，咁呢邊係廚房，廚房係 U 型嘅設計。廚房 U 型嘅設計啦，咁工作台非常充足嘅，請客食飯我就可以大展廚藝啦。跟住入工人套房，咁呢度仲有一個儲物室，樓梯間嘅儲物室。好，我哋依家嚟到客飯廳，咁呢個係長方廳嘅客飯廳啦，呢一邊係客廳。咁由客廳望出去嘅方向係向東，開揚嘅山景。咁呢一邊係東南，咁呢度係飯廳啦。好，我哋依家入休息區。首先係第一間客房啦，望出去景觀。第二間客房，望出去嘅景觀。跟住嚟到主人套房，主人房望出去嘅景觀。呢一邊仲有一個主人房嘅衣帽間嘅，咁好啦，我哋而家入主人浴室，咁主人浴室呢度有個浴缸啦，咁呢一邊仲有個企缸。望得似呢個主人嘅衣帽間，主人房嘅衣帽間啦。咁最後嚟到呢個係客廁啦，客廁係浴缸嘅設計。你再望多次呢一個咁四正嘅客飯廳。好啦，我哋依家上天台，咁依家單位睇完，有興趣嘅朋友請約我睇樓。